Hello，我係身份意識重塑 YY 啊。我想講一個關於我自己嘅狀態嘅轉變。我以前咧其實係一個好忙嘅人嚟嘅，唔係因為我真係好多好重要嘅嘢做，而係我會不斷將自己咧塞滿晒每一日嘅 schedule，譬如工作啦、學習啦，有咩新嘅計劃啊、目標啊，再下一個目標啊，好似咧只要我一停低咧，我就會覺得好似有啲唔對路喎。當時我以為咧，忙咧係我個個性嚟嘅，我個人好有責任感，或者係我好上進啦。但後嚟咧，我先慢慢明白咧，好多時我忙咧，其實唔係追求嗰種進步喎，而係一種身份維持嘅方式啦。即係只要我一日仲喺度忙緊，我就唔需要面對自己係邊個啊嗰個問題啊。因為一停低咧，我嗰個空白感咧就會即刻出現啦。而嗰種空白感係唔係話唔舒服要休息嗰種，而係一種好難形容嗰種，好多嘢都唔肯定咁樣咯。所以我自然地咧就填滿晒佢，每一日充斥住我每一日要做嘅嘢，唔可以俾佢停，直至到瞓覺。直到有一段時間咧，我開始發現好似有一個循環啦。當生活越忙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內在咧就越混亂。但係當我試圖停低佢啦，但又會覺得好似好唔慣咁啊。嗰個時候我先開始問自己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：如果我唔靠忙去定義自己，我到底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而呢個問題其實唔只係關於工作或者生活，佢亦係涉及一個更加早期嘅經驗。回望翻我自己成長嘅過程啦，我開始意識到一件事，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，我係一種好固定嘅信息裏面長大嘅，例如女仔唔使咁叻啦，搵個人結婚啦，照顧好個家庭就得噶啦。而嗰個價值呢，好似主要呢就係圍繞住成個家庭嘅角色去定義啊。我後來去做嘢啦，返工，再之後又慢慢將生活嘅重心咧放翻喺個家庭嗰度咧，我開始又發現自己其實經歷咗一種好長好長嘅時間，我內在不斷喺度拉扯緊。表面上我個生活好似好穩定啦，甚至乎有小朋友、有責任、有日常要處理嘅一切啦。但內在其實一直有一把聲音啊，我係咪只可以停留喺我依家嗰種角色嗰度？我可唔可以為自己做多少少嘢呢？而呢種聲音呢，佢唔係爆發出嚟嘅，唔係一夜之間砰咁樣嘅，而係長期咧存在咗，俾壓住嗰種狀態。而當一個人咧長期處於一種已經被定義好你做咩角色嗰種狀態咧，大腦咧會慢慢將呢一種角色咧合理化，成為你唯一嘅選擇。於是喺外在睇落咧就係一個冇選擇嘅狀態，但內在其實咧係一種身份嘅固定嚟嘅。當我開始停落嚟觀察自己之後，我先慢慢發現咧，原來唔係我做得唔夠好，而係我一直用緊一個舊身份去理解自己所有嘅選擇，而呢個身份咧係由好早期嘅經驗咧慢慢形成嘅，包括家庭嘅信息啦、價值啦、社會嘅期待，以及長期重複嘅角色行為。當身份未被睇到之前，人會以為自己只可以係咁樣生活，但當開始你覺察到呢一層之後咧，選擇咧就會慢慢出現啦。而我依家做緊嘅內容，其實就係整理緊呢一啲事，人類行為背後其實身份嘅規律，唔係故事，唔係理論，而係一種可以重複觀察到嘅結構。如果你都發現自己人生有某種長期重複嘅狀態，可以開始進入身份覺察，預約身份覺察諮詢，DM 我身份。